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4章17节。罗马书14章17节，和合本在225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请瓦旦吉洛牧师来讲道。瓦旦牧师是古鲁邦教会的牧师，他要讲到的题目是爱世上5个家。爱世上5个家。各位弟兄姐妹平安。Karena kita mensuai sendama senamu badai， 马杜苏。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在这2年的信仰总主题是促进多元共融，落实上帝公义。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将我们赛德克族的语言文化来跟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这个时刻用短短的时间来学习赛德克族的4句话问候语以及谢谢你祝福你，耶稣爱你。第一句平安你好问候语，马路树马路的老鼠马路树。我们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马路树，这是祝福的话，很简单。我们赛德克族的国语比华语、台语、英语、日语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简单多了，所以应该很好记、很好学。所以下一次到我们部落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赛德克族的马路树来跟大家问候。我们在座也有我们的阿康执事，他是泰雅族，泰雅族是罗嘎树，这样那因为我牧师娘是泰雅族，所以我也学会了几句泰雅族的语言。第二句，我们赛德克族的谢谢你，跟泰雅族一样，梅花一树，梅花一树，要有那个动作的肢体语言，加上梅花一树。2树就不对了1树，梅花1树就是谢谢你。好，所以我要代表古鲁邦教会跟我们迦南教会的牧师团、长执会友弟兄姐妹来谢谢大家用爱心接纳来帮助我们古鲁邦教会建堂的需要梅花1树，谢谢你第3句祝福你。加油，好好的活着的意思跟比亚要握拳头跟比亚祝福的意思我们赛德克族还有泰雅族，我们没有再见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因为下一次见面的可能是在天家见面了，所以我们会说要好好的活着跟比亚下一次还能够再见面还可以来摔跤，一起去打猎一起吃地瓜、吃芋头，一起唱歌跳舞我们所以活着，我们非常珍惜每一个日子，将每一天当作是最后一天，很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疼惜万有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跟比亚我们靠主耶稣过得胜的生活，跟比亚跟比亚好，这3句都会的话，我们就及格了那但是要再加1句才能够100分耶稣爱你，五马路耶稣耶稣，五马路耶稣耶稣。我们跟前后左右弟兄姐妹说，五马路耶稣耶稣。好，赶快笔记抄起来这4句话会了就满分了好，感谢主借这个机会在这特别的一个主日让我们能够在透过族语文化的交流，我们也能够
来学习赛德克族的国语非常特别的一个机会。愿我们能够在上主的爱中彼此来纪念，彼此关心代祷，享受上主的爱与恩典。今天的经文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处经文。在领受上主的话语之前，我先唱一首我们台湾原住民族泰雅族创作的诗歌，然后我们翻成赛德克族语。这是在48年前我牧师娘的大伯所创作的福音诗歌。如今他已经回天家了，感谢主，他留下了这么美好的诗歌，在泰雅族的教会，在我们赛德克族的部落一直在流传这个诗歌。诗词大意是要有坚定的信仰，只有主耶稣能够赐福保守我们，赐福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福乐。Sendamat namu balay dangi kana itaman swai gembiak semduhai karita mata barau hau anna sumu sahana inu gembiak semduhai karita mata barau ia ukdahang zahorda 泰雅语 sinramat simu badai rawin itakora metesui lokata senehe kenaya batakayan anna sumu sahana inu lokata senehe kenaya batakayan iya nium lelahang sa hui da 华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一起来唱。真正欢喜能见到你，我们要坚定信仰，信靠救主耶稣基督。不论到任何地方，要坚定信仰，信靠救主耶稣基督。唯有他能够赐福我们。Itas dik badai laki untuk temeninun。嘿，我们是上主的儿女，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我们在世上都有5个家，今天我们要以爱世上5个家为题来领受上主的信息。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舍弃神格的身份，受死，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世界人类一切的罪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天国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使我们能够透过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加入了教会，领受上主圣灵的洗礼，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来领受上主的祝福以及永生的盼望。
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也就是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最大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耶稣，使我们能够得永生。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上主的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改变了世界人类的命运，因为主耶稣基督开启了恩典的门。在旧约的时候，上主就拣选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百姓。在耶稣基督来临这开启了恩典的时代，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赛德克族、泰雅族、台湾原住民族14个民族，台湾所有的2300万的人民，不管是火罗人、哈嘎还是新住民，所有台湾人民，所有世界人类65亿，所有的人民都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上主的儿女。所以主耶稣来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都能够同享上主的爱与恩典，永生的福乐，丰盛的生命，绚丽灿烂的人生。因此我们要常常为着这样的事，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来献上感恩。在1930年10月27号，有一个民族，就是赛德克民族 Sadiq Badai 魏德胜导演在这2年积极在筹拍一部电影，就是要在全球上映的一个影片，一个电影，就是赛德克巴莱。9月7号以及9月30号要在整个地球村来上映，就是在描述一个民族Sadiq Badai 赛德克族，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其中一个民族，在1930年的10月27号，为了要捍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己的家园，爱自己的部落，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部落族人，爱自己的家人家庭，不惜牺牲生命，要捍卫自己的家园，来对抗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赛德克族虽然并没有成功的在那个时候把日本国来推翻，但是他们并没有投降，乃至于最后剩下一兵一卒，宁死不屈，纵使牺牲了生命，也不愿意屈服在殖民统治的这个名下。这展现出爱自己土地、爱自己国家的一个高尚的情操。这乃是因为有爱，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爱的实践的行动。在1982年的7月1号，同样有一位台湾原住民族一个赛德克族的牧师，他叫做Dilo Watan，跟我的名字是倒过来的我是 Watan Dilo， 那这位牧师呢，他叫 Dilo Watan，那个时候他开着一台当公车老爷车，比我今天开的老爷车还要老，20几年的老爷车，在赛德克族13个部落来为主竭力做见证，广传福音不管是儿童、青年、妇女、松年各个领域教会与社会的关怀，他都不遗余力在参与为主做光做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那个时候，
也就是他最后一天在这世上的生命就要结束的那一天，他开着这台车子经过了雾社，遇见了隔壁教会的牧师，庐山教会那时候的牧师，林牧师跟牧师娘，他们在雾社要回家，但是没有公车了，因为6点以后，29年前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公车在上山。那开车的这个牧师Dilo Wadan， 他看到自己的同工，他是一个很乐善好施的人，他很喜欢帮助人，看到他们就主动告诉他们说要愿意送他们回到部落。那么就在这途中经过了云龙桥，云龙桥那个时候是吊桥现在吊桥拆掉了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就拆掉了那时候有落石的现象，开车的牧师就赶快请在车上的林牧师夫妇下车到安全的地方等候，他就赶快把路上的一些障碍物石头搬开，他要再回到车上，要继续往前行驶的时候，忽然间从山顶上就有一颗跟车体一样大的石头就滚落下来，就开车的这个牧师就因此结束了他世上肉体的生命那个时候他正当40岁留下了牧师娘还有3个子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却不因为我们个人生命结束而结束，基督徒的生命要透过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上主的保守，使我们一代传承一代，使上主的话语能够延绵不绝、薪火相传的传承下去。感谢主，这个迪罗牧师的大儿子也就是最大的底下是2个女儿，如今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最大的儿子在1996年蒙上主的拣选就呼召读玉山神学院，在1996年6月神学院毕业也到了上主福音的禾场，在赛德克族的部落继续传承先父传福音的衣钵，如今也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牧师这个他的儿子呢，他的名字叫做瓦丹迪罗，就是我我身为一个殉道者之子，感到非常的光荣。我一生中能够为上帝做工，成为上帝的仆人，也感到非常的骄傲。一生中能够为上帝来做工，这是非常有福分的事情。感谢主，在今年我也刚好40岁了。不管上主给我多少的年岁，每一天我也当作是最后一天来看待，珍惜每一天上主所赐福给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爱惜光阴，爱惜生命，也愿意将上主的话语来传给我们赛德克族全国的赛德克族人，也愿我们赛德克族人，我们成为所有部落族人的祝福。感谢上主，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认识了耶稣。我们在世上要爱5个家这5个家呢，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家要爱上帝的家主耶稣基督新的诫命当中也教导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主耶稣教导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爱上帝，也要爱世人，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那我们爱上帝
具体的表现就是要爱这世上5个家。第一个就是爱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上帝的家。所以我们爱上帝，我们就要爱教会，爱基督的身体。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教会的肢体，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要爱我们的牧师，爱牧师的家庭，爱在座的每一个长老执事，爱我们迦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就要爱教会。第二个，我们爱的对象就是爱我们自己的家庭，爱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庭，我们成长的家庭，就是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包含我们的世亲家族，都是我们要爱的对象。我们信耶稣，我们更要爱我们的亲戚，我们要爱我们的家族，让我们的全家都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得救，因着我们信耶稣，因着我们个人，使我们的家人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就是要透过我们信耶稣的个人，把福音传给全家人，让全家人都能够得救，领受上主的祝福。第三个，我们要爱的家呢，就是民族的大家庭。我身为赛德克族，我们是泰雅族，还是任何一个族，是河洛族，是客家，任何一个民族，我们都要爱自己的民族，如同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他们爱自己的民族，乃至于在灭国了1000多年之后，他们在50-60年前又靠着主耶稣基督再度来复国，这是上主的爱与怜悯。同时他们也有满腔的这种热血爱自己的民族，所以这个民族纵使他们流亡，他们有碰到许多的挑战，但是他们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当爱自己的民族，因为我们每一个民族语言文化都是源自于上主而来，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赛德克族现在我们都能够用我们自己的国语，用自己赛德克族的语言，在自己的部落来敬拜上帝，来赞美神，用上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语言文化来宣扬上帝的福音。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每一个礼拜的主日礼拜，至少有16种以上的语言，台湾原住民族的14个语言，台语、华语，甚至于还有英语、日语的礼拜，在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很多元族群语言文化在敬拜神，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要爱，第4个呢，要爱自己的国家。我们是台湾，我们在台湾国家，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认同这块土地是上主所祝福的，祝福我们的迦南流奶与蜜之地，要爱我们上主赐给我们的这个家园，这个国家。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国的情操，爱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关心台湾国家的前途，我们要关心台湾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于各样的一些公共事务，国家的这些内部的问题，我们政治恶斗的问题，我们要来求主保守，来能够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所有台湾的人民都一同来为台湾国家的前途来祷告，来让我们台湾国家呢也能够参与国际社会的公共事务，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关心的。第五个，我们要爱的家呢，就是天下一家，四海一家，也就是世界、人类、宇宙穹苍、天地万物都是上主的手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爱的对象也包含了上主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包含自然环境、生态、土地，天地万物、宇宙穹苍、阳光、雨水，这些都是我们要关心的。所以我们爱惜这个土地，爱惜上主所创造的一切受造物，那我们就跟自然环境和好，我们就跟上帝和好。我们假使破坏了我们跟自然的关系，如果不平衡，大自然的反扑也会随之而来，也会蜂拥而来，就像土石流啦，这些天灾人祸，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领受上主所托付的这种责任，与上主一起来管理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要来关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爱这5个家，我们就能够靠着主来过得胜的生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神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拥有上主丰富的爱与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用上主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爱乃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迦南教会也用上主的爱来爱心接纳我们台湾原住民族赛德克族古路邦教会建堂的需要，为此也献上感恩。愿上主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在我们迦南教会的牧师团，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工、各小组、所有的弟兄姐妹，愿圣功鼎立，兴旺福音。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感谢上主的爱与恩典，让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认识了耶稣。我们领受上主丰盛的爱与恩典，我们也愿意将上主的爱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使我们基督徒，也就是上帝的儿女，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要爱上帝的家，就是爱教会，爱我们生长的家与家族，爱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家庭，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台湾国家，也爱世界人类65亿人，所有世界人类灵魂得救的事，爱上主所创造的宇宙穹苍、天地万物，上主所创造的受造物，都是我们所要关心的对象。感谢主，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领受这么丰盛的信息。我们愿意遵主的话来行，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用短短的时间来报告，来分享我们古路邦教会的简介。古路邦教会我们的位置是在我们台湾国家的心脏位置，在中央。我们的地理位置在台湾的中央，就是在南投县仁爱乡这个地方互助村，在互助村清流部落。过去日据时代称我们这个部落呢叫做川中岛。那么我们之后又叫清流。那我们后来我们赛德克族人证明我
我们赛德克族是在2008年的4月23号取得台湾国家法理上的民主地位，就是我们正式也成为我们国家所承认的一个原住民族赛德克族。那就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就把我们部落的名称也证明，用我们自己赛德克族的名称，就是乌鲁班就是连结在一起啊，团结合一的意思啊，合一的意思啊，乌鲁班就是我们用基督话语、基督的信仰术语来讲，就是彼此相爱的乌鲁班啊，彼此的关系能够合一，彼此的连结在基督里。那乌鲁班教会在1951年也就是在60年前，刚好一甲子了。我们前一阵子才庆祝我们社教宣教60周年。这个部落就是雾社事件，1930年莫纳鲁道带领我们赛德克族人抗日那么这个古鲁邦部落就是抗日的后裔，莫纳鲁道的子孙那这个部落他们的民主性很强我不是这个部落的人，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很爱自己部落的这种合一的心，但是在信仰上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跟带导我们60年前的第一代信徒信仰非常的热忱礼拜堂很小，但是都做得满满的。那如今我们赛德克族的古鲁邦教会礼拜人数只剩下12门徒了所以信礼拜人数不是很多。我们部落有157户有550多人，但是来做礼拜的却不到1/10这是我们古鲁邦教会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也是牧师很看重，也是我们牧师跟所有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我们盼望我们礼拜人数能够增加到全部落的1/10以上，也就是能够有50个人以上来礼拜教会能够健康，教会能够成长，我们就有能力来转化部落带领部落来正面的影响我们这部落。因为雾社事件的因素，这部落的族人他们对于国家的政府，对于就是他们有一种被天悯人有心灵受到伤害所以我们透过教会，透过上主的话语来做内在的医治，希望他们能够从悲伤当中来走出来能够身心灵都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所祝福的所赐的真实的平安，以及心灵的自由，圣灵的喜乐。我们古鲁邦教会在921的时候全岛在1999年的9月21号那个时候我们赛德克族有14间教会，只有这间教会是全岛的。那因为透过总会的关心总会前后2次来帮助我们建堂的经费第一次是200万，第二次是80万，那我们总工程费是600万。那还有不够的呢，就是我们会有的奉献，也透过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30间教会有众教会的关心帮忙，我们已经现在的工程已经95%以上了，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现在的经费只差70万虽然不是很多，已经不是天文数字了，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有信心，我们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也透过我们众教会的关心奉献，今天又借着上主又借着我们迦南教会的爱心奉献，我们相信我们建堂的工程能够很快就能够完成。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工程是天棚广场，我们天棚广场的经费是35万，还有内部的装潢，也需要也一笔经费所以盼望众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中来纪念，也来帮助我们的不足的款项。今天我们也带来我们赛德克族的咖啡，一盒是500块。这个咖啡是有2个产地，是我们自己台湾本土的，是台湾原住民族的咖啡。一个是苏达咖啡，是阿美族花莲瑞穗的咖啡。一个是我们赛德克族的产地，在南投仁爱乡高山的咖啡。2个咖啡的口感不一样，但是都是台湾一时之选本土的咖啡，不是进口的，也绝对不是黑心的咖啡，是有爱心、有上帝祝福的土地所种植出来的咖啡。所以这些咖啡都是我们自己台湾原住民族所种植的，自产自销的，都是一贯作业。也希望我们在礼拜会后在1楼的地方也能够来一起来购买我们赛德克族的咖啡，喝我们上帝所祝福的台湾原住民族的咖啡。我们祷告读经就不会打瞌睡所以祷告要警醒。喝咖啡，这个咖啡不是3合1、2合1的，它是滤挂式的是很高档的咖啡，所以也在这里来介绍、推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愿弟兄姐妹有机会随时到我们部落来玩曾牧师跟我们的陈牧师都来过我们部落了，来过我家了。那我们古路邦教会还没有去过，欢迎2度蜜月的时候，欢迎我们牧师团，还有我们的长子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团契能够分组来，因为我们教会礼拜堂很小，只能够住20个人，你们全部几百个人来，我们又担心会垮掉所以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有计划性的一个团来我们也可以来做深度的这个文化信仰、福音与文化的这种深度之旅，1日游、2日游的安排，我们都可以来一起来做这样的服务愿神赐福大家梅花一树，五马路一树耶稣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也爱我。好，最后我要唱一首阿里嘎多，这是日本福音诗歌，是我祖母还在世的时候20年前她教我的我刚刚读神学院的时候，她为了我把我献上给上帝使用，我的阿嬷姑母那位就唱这首诗教我，感谢耶稣能够让我成为上帝的仆人，为主所用，阿里嘎多，感谢耶稣。同时我们也要在祷告中纪念日本国家311的海啸、地震以及接二连三核能辐射的问题我们也为日本的国民他们在苦难当中，在祷告中为他们纪念，上帝安慰他们，帮助他们能够重建起来感谢耶稣。ありがとう、素晴らしい恵みよ。ありがとう、
とこしえの命をいつも共にいてくださる素晴らしいイエス様Muai subadai pendungus parun Muai subadai Muai ukap tekan kenudus kedediak mesupusu yami Huwai subadai耶稣母，感谢耶稣，真感谢你起来，赐下伟大奇妙大恩典，真感谢你，赐下那永恒的新生命。每日每时每刻，你与我们同在，真感谢你，奇妙耶稣，真感谢你，真感谢你，奇妙耶稣。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感谢耶稣赐下丰盛的爱与恩典，赐福保守我们世界人类，借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享永生的福乐。感谢耶稣，我们唯有将我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主，为主所用，为主竭力做见证，爱世上5个家。求主赐福我们迦南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阿们。